收听5月26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倩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1到12篇，仰望应许的人。诗篇11篇到第12篇都讲到个人在群体中如何经验这位应许我们的主，他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他的应许可靠，我们在其中即使经历试炼，经历危难，仍然有盼望，所以我们是仰望应许的人。在文艺复兴时期，意大利雕刻家米开朗基罗，他用了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至今举世闻名的大理石雕刻，名为大卫。当他的朋友问他，这大卫像什么原因能够这么栩栩如生，他讲到秘诀的时候，他的回应只是轻描淡写的说，大卫本来就在这块大理石之内，我只是将不属于大卫的石头凿掉罢了。当我们相信上帝话语的应许，他的话语，他的圣灵要塑造我们，留存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在今天诗篇11篇到12篇，第一篇讲到当诗人他遇到极大的危难，就在那样的时候，身边的人叫他要赶快跑掉，要像鸟一样飞入深山。但是诗人却说，我以上主为避难所，你们怎么能够叫我像鸟飞入深山？在我们只是直接文字上的阅读，实在很难理解他在说什么，是吗？其实在这篇诗篇讲到许许多多的人，当我们在面对到这些危难，特别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有这样的亏损的时候，许多人会给我们许多的意见，但是这其中重要的意见，会不会有一种意见叫你要离弃信仰，用人的方式去面对和解决呢？在这里，诗人一开始就讲到，我是以上主为避难所的，所以若是我离开了这个避难所，我离开以上主为我的避难所，他在第3节就讲得很白，这个根基如果崩溃了，一人能做什么呢？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根基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如果我离开了应许，走我自己要走的路，这个根基好像就已经崩溃掉了，好像我已经离开在这一个重点的里面，那一人他还能够存留什么呢？即使我自己安全了，但我也不在上帝话语的应许中了。所以诗人其实在表达他的生命是以上主为避难所，即使面临了极大的危难，我仍然相信上主在他的宝座上观看全地。这是一个信仰的好像一种专业术语，因为宝座上就是他有权柄，他在那个位分跟权威上掌握掌管全地。诗人有这样的确信，用这样的祷告，他说上主洞察人的行为，而且他考验义人和邪恶的人，他痛恨好强暴的人，他要向这个作恶的人降下炭火硫磺，用灼热的火焰惩罚他们。最后诗人说到，上主公义，他喜爱正直的行为，正直的人得以朝见他。也就是说，在危难当中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放错了重点。重点不是危难的本身，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这危难。
我们是站在上主的应许中去面对这危难吗？还是我们仅靠自己的聪明，仅靠自己的方法？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。特别当我们身处在许多的人他不是基督徒，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有机会用应许来回应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来告诉他这福音的好时机，也是我们自己在面对的时候彼此尊重，用上主话语来面对。难免会有一些不知道的人，不信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话语，所以进入到12篇的时候，其实就讲到这位诗人他看见社会上许多的怨恨不真诚，他特别一开始就讲到，上主啊，求你帮助，因为敬虔的人没有了，忠诚的人再也找不到了。他看见在这个社会中，许多的人彼此撒谎，用油滑的话互相欺诈，所以他祈祷，他求上主来切断这些圆滑的舌头，狂妄的嘴唇，因为他们说啊，我们要畅所欲言，谁能管我们说什么话呢？可是上主说啊，我就要来啊，因为穷苦人受欺压，被迫害的人痛苦呻吟。上主来要把他们所渴望的赐给他们，使他们的心被满足，不再被那些话来欺骗，来哄骗，好像现在的诈骗一样，给我们好像是一个希望，但背后却是一个很大的失去，谎言跟受伤。上主的应许是纯真可靠，就像在炉子中炼过7次的银子。诗人看见人的话跟上主的话放在一起，上主的话就像是被炼净过的银子，炼净过7次，代表它是完全的炼净。也就是说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上主的话语，他的应许不会改变。然而作恶的人，他们即使在那里不仅一个人，而是整个群体走歪走错，在那里歌颂邪恶，上主仍然他的话不改变，但这些人的话会改变，而且上主要保护在这当中的人，但他们不愿一起作恶，不愿一起说这虚妄的话的人，上主要帮助他们摆脱这样的一个世代。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诗篇11篇到12篇给我们许多的提醒。一方面的提醒是，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，我们真正要专注的，我们真正要警醒的，是我们仍然走在上主的话语里面吗？还是我们已经偏行己路，因为我们觉得这危难大过上主的主权。另外一个，在我们面对到群体或许正落入在试探甚至走歪的时候，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如同这个诗人的祷告，求主来掌权，让我们的生命那不属上主的杂质都能够被炼净，使我们的生命被塑造，是要留存生命中最重要的，也是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有盼望的。让我们再次来思考，什么是我或者是我们的群体当中最重要的事呢？而我或者是我们如何认识这最重要的事？我们花时间来认识吗？我们花时间花我们的生命来经营参与其中吗？恳求主帮助我们专注生命中重要的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告诉我们，诗人他觉察到，即使在那极大的苦难，即使面对整个群体环境有许多不属神的时候，仍然要来寻求你，
仍然要将自己的专注和眼目放在你的身上，就像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，透过迦南之声，透过灵修祷告来认识你。因为我们相信主，你的话语，你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你的应许才是我们能够在危难中重新得力的关键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也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当行的路，使我们成为有智慧有盼望的人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说到，上主的应许纯真可靠，像在炉火中炼过7次的银子。愿上主帮助你我，使我们是相信这样的话语，也对这样的话语有辨识力，也被这样的话语来吸引。我是世倩牧师，愿上主赐福你，我们明天见。